京首都機場被譽為中國第一國門，1958年投入服務，係新中國第一個啟用嘅民用機場。2018年，首都機場接待咗過億人次嘅旅客，成為世界第2大客流量嘅機場，僅次於美國亞特蘭大嘅國際機場。千禧年代，因應首都機場第一同第二航站樓使用量飽和，加上要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，國務院通過興建第3航站樓，搵嚟著名英國建築師、香港國際機場嘅建造者諾曼福斯特去設計。北京首都機場第3航站樓以東方巨龍做主題，面積達到100萬平方米，以紫禁城嘅紅黃二色做主調，由樓高10層樓嘅紅色梁柱去支撐，氣勢磅礴。機場嘅天花設有155個龍鱗狀嘅天窗，全部都面向東南，有利採光，亦都可以避免斜陽西照。天窗能夠自動開關，有助通風同埋調節室內溫度。中空嘅鍍膜玻璃幕牆能夠有效隔熱同隔音。北京首都機場副總經理黃剛曾經估計，呢一啲設施每年可以為機場節省160萬千瓦嘅電力。機場亦都體貼旅客嘅需求，細心留意會發現玻璃幕牆並唔係垂直興建，而係向外傾斜15度，咁樣旅客就唔會俾玻璃反射嘅室內影像去影響到視線。大樓入邊嘅巨型鋼立柱唔單止可以支撐天花，入邊更加收納住電線同埋雨水管道等等嘅設施，仲有天花嘅白色條狀吊頂，全部都係由南向北形成一個天然嘅指示系統，帶俾旅客方向感。經過4年時間打造，耗資270億人民幣去興建，建築面積達到100萬平方米嘅北京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，喺2008年2月29日投入服務，落成嗰陣係當時世界上最大嘅單體航站樓。